如果我話你知西沙 Sierra Sea 會所樂園連同遊樂設施一共有148萬平方尺，咁究竟148萬平方尺係一個咩概念呢？由於時間關係，DeepSeek已經話咗俾我知啦。原來148萬平方尺係相等於香港半個迪士尼樂園咁大啊！可想而知，你睇下有幾震撼。Sierra Sea 嘅會所分為3大主題，分別係 Hillside Club、Seaside Club 同埋 Season Club， 仲會有4大嘅特色地帶，分別係 Aqualand、Woodland、Parkland 同埋 Lakeside Lodges。隨住未來更多期數落成，整個住宅發展項目將會更加豐富。A few moments later， Ellie 搶先一步，率先帶大家嚟睇下 Sierra Sea 嘅會所模型。而 Sierra Sea 嘅會所咧命名為 Resort World， 顧名思義咧就非常之大啦。咁入邊咧一共有168項嘅遊樂設施㗎。我哋首先睇下 Season Club 呢邊有啲咩玩先。呢度中間就會有一啲草地啦，亦都會有燒烤園，入邊有農莊啊、庭園。而再入少少有啲草原啦、單車徑，俾翻住戶遊樂。咁中間呢度第2期嘅商場啦，咁入邊咧會有幼稚園啦，同埋大型嘅一田超市㗎。我哋再過翻嚟呢一邊睇下先。呢一邊咧主要咧我哋出入口嘅位置，左邊會有一啲無鞋天地啊，同埋有啲遊樂設施啦。咁另外行前少少就係有啲湖畔嘅小屋，都可以租用同翻屋企人共聚天倫之樂。而中間仲會有一啲水池嘅部分添。另外我哋見到 Parkland 呢邊就會有一個好大嘅草地杜鵑園啊，可以俾翻戶主去賞花啦。另外就會係 Hillside Club 嘅位置，呢一邊咧仲會有一啲休閒廳。另外旁邊係餐廳嘅位置。好啦，我哋再過嚟少少呢一度，好大個50米嘅室外泳池。另外我哋水池都會有5個嘅，室內泳池咧會有一個恆溫嘅泳池1個。我哋再過嚟呢邊咧就係 Woodland， 呢度咧都會有一個燒烤用地嘅，旁邊好多嘅園林設施。重點同大家講一講，我哋2個嘅健身室咧，分別會喺 Hillside Club 同埋 Seaside Club 入邊，都係24小時開放。另外仲可以一路望住一個咁靚嘅泳池景，一路做健身添啊Nice。呢一個 Sierra Sea 嘅會所模型係咪好心動呢？如果你哋都想留意 Sierra Sea 嘅最新動態，記得 follow 我同埋留意住我啲影片啦。拜拜。